只要能够跟防护员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沟通哦，那选手出赛的状况也就会依此来做依据。高角度的球路，这一棒扫到了左尾方向来看一下，飞行的距离应该是够远，过大墙了，全垒打。4局的上半，中英兄弟没有浪费任何一个出局数，詹子贤击出了本季的第10轰，也把比数改写成了2-2。一好球之后，这一棒打得扎实，在左岸边落在了界内形成的安打，所以现在要看一下陈早的速度，绕过2垒，持续往3垒来做推进。打击的詹子贤也上到了2垒啊。这个球受到了挤压，在右半边，最终是落地形成了安打，所以3垒上的跑者要过来得分不成问题。接下来在2垒上，江坤宇也想要多拼1分哦。高桥宇的传球其实弹道还来说是蛮准的，比起前一半局是有点下滑。打在投手正面，最后是穿越形成的安打，这是詹子贤单场的第5支安打，也把2垒上的许基宏给送回来得分。刚那个爆头就受到一点点伤害。詹子贤站上1垒的反应，似乎认为自己打的并没有特别的扎实哦，但是刚刚好穿越。单场5安打，当然也是缔造了个人生涯新高。